讲的。哎，还好，没事情绪。慢慢吃，还好，哎。我一来鼓励这么传统炒芒草遮阳板制做成的嘎拉海，嘎拉海韩国刚刚那个。嘎拉海。我爱个不鲁嘛。Hawaii，有来古努鲁马地方，各地方不同的一个称呼了。有嘎拉海汉那里从光复以南，带来伊犁海发达，哎从哎对带来不是不，带来以九江岸，九江岸那边跟我们玉里的差不多了，我称呼了马鞍，马养那个杂交，对。我也不能讲没得嘎拉海山来长山。嗨。OK， 你都来比上啊，都来嘎拉海汉有丁丁，有馒头。有发好。实在有丁丁，有芦苇草，哎，还芒草、芦苇也都可以。芒艾不弄芦苇。芒艾耶，就是芦苇呀，给它啊那丁丁，哎，要做扫把那个丁丁啊。芒草很难，係，在都有芦苇。係，嗰種韓國人呢，一把它釘釘就給它，就是製作那個遮陽的遮陽板，不然發後，發後是，乜韓國係有發後？輪傘係呢啦，係那個葉子啦，係那輪傘係呢啦。哦。按都釘釘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都發後這個。一般有钉钉喊的呢，都是临时用。钉钉是临时。嘿，临时按有发好按嘛，有钉钉有怪哦。按有钉钉喊的呢，一般遮阳的时候比临时按大早路外样。能够方便。还有早路外是方便去用，因为它弄好的时候，如看你那给它。但你阿拉有嘛太阳很大，是阿拉按的，但是有嘛就带嘛。还有弄钉钉。还是个是钉钉啊。对，你上岸的时候都是这个时间呐。自己钉钉啊。对，因为只有这个11月、12月才有钉钉嘛。11月是刚开花的时候，本来要过来钉钉的不能采。要到12月的时候买个塞都给钉钉啦，连扫把都可以用了，那个时候就买个塞都就可以用了，所以不能在11月拿。嗨，没爱好这样子，所以通常都是在12月拿，然后就制作。制作的啦。嘎拉海。那个法后的，等一下我们再讲，我们先讲那个还顶顶的，要不然嘛这怎么弄了你？有顶顶啊，这个材料有嘎拉海。海顶顶啊，有嘎拉海嘛面好，法后跟顶顶都可以用到。阿乌里。阿乌里，贵族dengan sapi farat dia sapi chen，还 sapi farat dia ya kami， 让它撑开。撑开。对对，撑开，所以撑开过来熬了。这样，收起来的时候，你弄完对了，把门这来了就可以收了。是这样啊。有熬就是养了这个小小的个少，那个都可以用啊。净水的也可以，当然讲净水。那个这个是的要比较小的呢，这个是。你记得了这不了。你记得了这对。有些时候啦，如果说好了嘛，水爱了嘛，很密。可能比土里给它好。下雨的时候也可以遮雨。还。我怎么都没用了，因为下雨的时候有没有？太大的雨的时候你就不太多。小雨嘛。小雨的话你还可以遮，这样。太阳跟下雨差不多可以用到。都可以用到。对对。为什么要乌拉那个嘎拉海的奥埃布？起码乌拉米桑个海这样。一定也好好。等下我阿妹煮没用的，他点的。只有阿妹煮啊。只有阿妹煮，其他煮没有，还
几大煮我没有看过去用那个给它嗨的，没有。聪明啊，过来。有阿没煮，我因为以前的老人家要嗨嘛，人家米以前都是用手炒嘛，米古拉斯都有嘛，米嘎嘎，好嘎嘎或是米安米干嘛？太阳很大的时候，它可以遮阳啊。哎呀，按那个哎呀，就可以工作。那没有的人就拿叶子，哔哒哔哒哔哒喊你来，把祖母喊你来给你介绍。他放一个绳子在这里，他就把那个叶子，就喊你喊你就可以遮他的头跟。暂时过来给他拿那个太阳。所以没有的时候，他没有这样准备的时候，他只能用树叶。对。什么叶子都可以。对，他可以只要什么叶子都可以，只要说遮到。芋头叶那个。嘿，只要遮到他工作。对对，像这种天气很热嘛，他马上就干掉了。对呀，所以有的人他都用比特卡布叶子啊，树啊，暂时性的。对。所以有会想的人哈，他就想到顶顶，马上还能像我妈妈他们就是这样做。你看我妈妈他们在戴的时候，我只是眼睛看哦，他也没有教我说这个是要怎么用的，我只是这样看他工作都有这样用，所以我也很感谢说。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子戴，他们也戴过。对，我妈妈都有戴，在那工作都有戴。以前的时代都这样。对，她可以做很多，像我大姐要用网络贴的妈妈他们啊，上阿里啦，大家工作的时候都有，所以看你勤劳不勤劳而已啦。anu mararo kisumi sangat的每一个嘛，另外才多啊。他也做，对，做给每一个人用。很耐，对，所以没有兴趣的人，他只好用几郎啊，逼得卡的这样子弄啊，对，所以还有个，二来是比较细心的人，他们就用法后比较不容易坏，因为法后那个是做洗干的嘛，做洗干的，对，炒席呀，所以这个法后哈，它是你刚才说什么轮伞。我们喊说轮伞什么？它的名称呢？嘿。轮伞。轮伞很杂，我们讲的草啊。还。什么？一楼也那个股票，我跟他要，他不肯，他说他要教他的女儿。做草席。来，买的爱。我说，宝福林诺还要都材料费给算了，他不肯呢。他一直说好不容易长大了，我要给我的孩子。很难高。很难，他也不是说1年就收成，不是，大概1、2年，都少起来给他好。1、2年哦。对。他有种啊。对，他上面有种。邻居有种。我的家的最旁边，他那边有一个小池塘。小小的啦。小小的池塘。种的也不多。他就种在那边了。很容易长伞，很容易长。kebetulan dia叶子了也伞喊你说个没？嘿，kebetulan过来你插下去它就长了。嗨，很容易长这样。我是没有种过。是它的那个。对。是它的那个这样子的。呀，伞你了，跟面那个叶子啊，插枝种，它就起来米在都上那。是哦。因为它都是长在水里面。所以也有难好，起来米才来海，是这样。好，有在学家哈过来给啦。嘿，马来哈吉拉上安都时间比我高。有那么高哦。高，所以为什么要做6尺的洗干就是这样啊？它会超过我们的高度啊。是哦。嘿，做草席。对，草席。很高，所以很高，对，因为它很长，所以为什么要等到12年，1、2年，就是要等它的高度跟 X， 它要牢一点。它要不要种在很深的地方？不用。浅浅的它也是长不高哦。有烦恼过呢。它就是这样子种，然后了哈，自己来，它的啦米就会一直长啊。还那个法后，所以。比较耐用的话是法后啦。耐用是法后。对，耐用。是很久。对。而且那个法后不好的是被草湿。然后来
缺点。它的缺点是这样，很容易发霉，然后它会烂掉、潮湿。那顶顶就不会呀，顶顶的话，它也是弄得很密了。我把这两就买张的多顶顶，法后它比较厚，它一条一条的它比较厚，所以很不容易干。所以嘛，这拔起来会发霉。那就是适合做草席比较。对对，所以草席不会弄湿嘛。对。它适合做草席，不啦？就是也可以做那个。也是做卡拉嗨，对，这样。比较柔软。对对。为什么它很软？然后做法不同。做法不一样哦。对。因为那个法后的做法，有没有？它有多一层，怎么说？多一块2个在这里，比汉那的米呀，然后再绑，怕它会飞走。如果还汉在什么这个还哦，它很容易嘛比个。因为它是软的东西。它是软的。对对对。是比较贴，所以要用那个，它有多出来这样子的里，一个飞单。是要给它叠。对对。我有看到。对，汉那尼拉不带呀。对。可如果把咖啡糖会掉嘛？会掉。所以它从这边两个带腻然后从这里弄绳子。就绑绳子，哎。对。刚刚好有挡住。对。挡住这里，然后。一嘎沙。对。钉钉的，钉钉的话，它到这里。马汉尼拉给它好，它整个都给你盖到。舒服啊。对。就是有2个。你要带卡拉嗨的话，风很大的话，什么人来？所以这样很好用，这个顶钉。顶钉卡拉嗨都是顶钉的。顶钉也是卡拉嗨呀。对呀，卡拉嗨。法后也是卡拉嗨。就是看个人。就是东西的材料不同而已。嗨。是这样。还最阿弥在用呢，我这样发觉最阿弥是。也可以用。哎。反正工作用的就对了啦。农忙的时候。嘿。或是你种地瓜。农用的东西啦，还。那个都是，不管你旱地，或是水田的工作。对。都反正出来工作晒太阳就会用到。夏天就很适合。这样。烈日当空打，这更好用。马啦，等阿弥做这个不喊你，会想的人，阿马生啥别喊家，他就会去采集。动脑筋，可能刚开始四方方的，这个呢好像不恰当，他又修一修。像我妈妈的话，可能以前也是用吉浪嘛。他想一想，这个吉浪一下子也干了，发啦都吉浪。那这样子嘛，吉浪嘛发现这个叶子啦。钉钉嘛发现哎，有没有断掉？钉钉。缺点。你要弄到它嘛，比得该多。可是你要很细心，像现在我们上次的做法有没有？很啥子啦？你撸撸的时候把那个撑的那个东西拿掉，它就很所以撸，它就不会断了嘛。不然放下来它很方便，对。马啦，等罗拉玛里等下你很傻卡古。还呢，很聪明的个老人呐，没有人教他们也会想哎。扫把。对。哇，钉钉很多用处的，吃也可以。可以用。用的也都可以。从头到尾都。对，这个芒草非常好，就好又有能吃。有打气哈。哎，芦苇心。芦苇心又。嗨。又能吃。又可以吃哇。很多用处个芦苇呀。受用无穷。嗨。然后这都是阿在给他干啦。还只有洗干，这2种。哎呀，我干啦，还有个洗干两，那个阿塞嘛。这个发那个都。发好，其他好。发后还有什么作用？还是鼓励问，给他鼓励啦。我爱。我爱。你是说要制作它的时候吗？在马拉格里有啥？什么啦？沙发路。沙发路可以，对，发后因为它很长嘛，而且它不容易断，那就摆起来好，沙发路真是可是长是都可以，也可以沙发路。就是绑任何。以前我们还没有塑胶袋的时候，还没有袋子，人家
卖肉卖什么，就是法后来绑，不是吗？卖猪肉啦。对，卖猪肉，然后他用那个姑婆芋，对，爸爸还喊你了的法鲁兰你了都法后。那个福定也是嘛。对。鱼所以都拿来绑用的。还有麻古作用的法后，除了嘎拉海就是。除了嘎拉海，还有绑东西、洗盖，这样而已啊。不错了。就很多作用。还要再讲哎，那个不能用。不能当，只能当，哎对。吊巴掌的也可以呀，是法后呀。以前不是还没有绳子的时候，对，就是那个法后啊，他拿细细的法后来做吊巴掌。反正细细的可以绑。对。绑。因为他那个可以绑东西用。这个要泡水吗？要。哦。一定要。哎对，他是有做到肩膀了。对，有做到肩膀，这个是那个，嘿，这个是我们还爱染的，你这个戴了风如果是给他还会到头。可是他看到，然后他拿来拍给我们看。可以啊。对。他蹲古币的有啊，这个。哎呦。所以这个就是。所以他会弄到这里嘛。那个就是那个马古尼那个。法后。啊，这是法后。那是法后。轮草。他有做到这样。对，所以我刚才有跟你讲他会做到这里。有现成。他这个是这个嘞。这个一整片。这个叫做嘎拉嗨呀，这个就是丁啊。所以这个，所以这个是芒草。芒草做的，对。这种形状就是。这就是法后。哦，所以有两种。对，有两种形。一个是硬的，对。一片。嘿。嘛，这把骨你们拿回来都。这个是一整片。我要法后。有，还不错哦。你吃的时候。所以它这边这根是那个。这个就是芒草的嘛。对啊，所以它旁边有竹子。我说它的竹子就是这样横的，它要撑宽。它这个直的也有一点。没有，这里就没有。它因为它本身就很。因为我看它这边有竹子，你看。对。绑绳有。它有竹子，对。要固定。它要撑，然后它要绑啊。对啊。它要收的时候就绑，本来这样嘛，然后它又这一收的时候就这样。对，这样，然后它就可以滚来收。然后这种就没有竹子，这个就不用竹子。这个不用竹子。这个就是一整片。对，然后不用竹子。这个它的名称都是嘎拉嗨。对，材料不同而已。对。所以就只有这两种。对，只有这两种。材料。所以那个刚才背在那个的哈，那个嘿。对呀，上次我做的不是这样子给你们看吗？小小的。对。这个是用芒草。对，芒草。这个叫做法后。哦，所以这个还要编这个。对，比较麻烦。对，哇，你看。这两个是什么？就是放绳子的，怕它断啊。就绳子这样。对，因为它里面有竹子要撑嘛，它必须要用这个。固定。对。很棒哦。他说古时候的老人啊，去山上。对，这个是他们去刚好看到有老人家有。这么好。这是好像是他妈妈。是吧？然后他就把它照给我们看。那个很宝贵呢，现在要制作也要。对啊，这是他妈妈。还有录，是他妈。我看他姐姐吗？还是在？他妈妈呢？他妈妈。哪个的妈妈？是妈妈娘家。娘家。他妈妈这个是但是影片很过期。我没有下载，没关系。很好啊，有现成的。对，有现成可以看啊那边。因为那个是以前留下来的，很珍贵。真的。那个真的呢。你现在要做那个顶钉，如果是以我来做，可能要做好几天，因为而且你要做一件那个很难。所以一个人要去预备这个材料的时候，是黑呢。要很多呢。对啊。因为他要一个一个这样弄得那么宽的话。对啊，还要刚好你的身体的宽度嘛。身定做。对。所以他一定要很多把。顶多宽一点嘛，两边太宽也不好工作。对。就是不要照到太阳。对。好。你看那个给他嗨的用芒草的，它会盖到头。对。
那个法后的就没有盖到头，你还要戴斗笠。一定要弄到肩膀。它还有一个斗笠的。对。因为它是这样子。对。是，它就是有不同材料不同做法。可是用法一样啦。用法一样，耐用的话就不一样了。对呀，你那伊，你都对个咪咪生啊，我都阿塞啊，在咪生啊还好。老人家。还老人小孩。我发现妈咪。你师傅你做的。对，都师傅你在用。马路摆那样，你就是老公会帮忙裁。裁啦，主要裁摆呢，然后把有责任他会去裁。对呀。要不要挑细的粗的？是有就好了。其实你真的要全部一律平等的话，你都粗你就通通拿粗，你要细就通通细。要一样。因为你粗细的话，马达底翻不是吗？对对对。有的很粗，有的很细，变矮一个比较高，会这样。对。对，会变这样，好了，等人寡人。对哈。还是在那边采的时候就先看好。对，先看好，如果都是大的话呢，那个你多选大的嘛。因为做的时候你大小不同的，你独立啥都几岁，有的很矮，有的很高啊。会这样。那沙西给也要选粗的吗？沙西果那个时候不是有教你们？有。那个细的可以放在里面，然后剪掉。剩下那个外面的话，你就合起来的时候就不要那么大嘛。你还叫我们那个垂下来的不能拿嘛哈？对，弯的不好，你要直的。还是要选才。对，什么都是要选呐。挑选好。小好对。不管做什么。用起来比较好的那种的。有特定的人吗？五三阿有没有专门现在？没有，都是自己家里的妈妈都在做。先自己传承。对，自己传承。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呢？没有吗？都差不多吗？五三阿。好了，还有没有特别？差不多了，没有什么特别。没有哈。有没有可以穿的？穿起来。没有。不可能哦。只是这样子挡而已。它只是挡嘛哈。对。只是挡风遮。挡那个太阳。挡太阳。男生也可以穿。男女穿吗？男女都可以了，可是我很少看到男生有在用。都是女生。通常我们工作男生都是犁田呐，干什么弄牛嘛，他都不会带。只有女生在那边然后插秧啊，或是收草啊。可是男生插秧这样的时候也要。没有，那不该反呢，他们不会带。他们很烦。会烦。都是女生。女生是怕太阳。就女生带的都是。都是女生在带。大部分都女生在。对。大部分，如果是男生带，人家可能会笑他。可能是。这个男人没有用，怕太阳。以前的人又是入赘的。对呀，男生都是入赘。如果带的话，这个家子会把我赶出去。所以我也很感动，以前的老人没有人教，他也会想。对。不知道哪一个人很聪明是会去尝试。可能以前真的没有东西啦。所以说什么都拿来。麻烦爱护高不是烦恼jalanan呐，会给他们动脑筋，对不对？你看很多你独立什么东西，你看老人家哪里谁教？都是他们自己老人自己去研究，那个独立的花纹什么什么。以前的人很闲呐，种好了就没事了。没事了就做自己的事，对。那个什么烟斗啊，什么扫把，什么竹扫把一堆都可以研究。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老人都很聪明呢。可能是因为生活上需要，然后他们。所以你要动脑筋呢，有的人就不会这样去动啊。只有靠山靠海的都一样都会用到哈。对。离岸靠海边东海岸的人。靠山的人他自己会想办法用山的树枝什么去做。靠海的哪里会用山上的东西？对。他只会去网鱼啦、捕啦什么的，给他。你海边也有顶钉啊，更多。可是他们不会去用啊。你在海边要怎么用那个顶钉？也不方便。对。撒网。对。是这个只有在农。对，只有在农的时候那个顶钉才会用得到。在海边抓鱼干嘛都不方便啊。像芦苇草呀，芒草。芒草的话还可以做打罗安呢。
嘿，他会用并的，比如说破开还给它熬了，吼，现在那个那个芒草有没有？用一只摆着，然后用阿灯，然后用绑起来这样子。什么组合的？对啊，组合也可以做打罗安呐，或是以前我们的家还不是墙壁都用那个打罗气弄的，用并的。并的。它才不会通风。也是有用得到。是这样，可是以前没有坏人呢。的话，小孩子啊，菜就一把火就烧了。对，以前的房子，你看我们都很少听到会火烧家。很少哦。对，在家里老人家也都用柴火去煮饭，他也顺便会跟孩子讲，火是最危险的东西，你们绝对不能玩火。那我们以前的孩子也不敢玩火，以前都是的金啊，火柴对。很珍贵啊，你看。小孩子也不敢去玩火。现在的人，你看他都用坏的脑筋去害人家的家干嘛的？去烧，是不是？所以人科学发达越聪明也没有用，都会往坏的一面去想。对，还是以前的单纯的生活。回去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种啊。蛮多。变成从头再来呢，小孩子回家的话。那现在我们还是要努力教他们野菜怎么做哈。对。那个芦苇怎么做哈。像这个老师刚才来的牧师，他就是要找我们去找野菜呀。野菜。他不认识菜呀。是哦。他的也对。他是过来找我们来去带他们去找野菜。上次他拿那个打毒根，有跟打毒根。长得很像的，那个叫不该它的。不认识就。对。然后他采多哦，很茂盛的漂亮，他就放在我的手机那边赖给我。他说这个可以吃吗？他说我们果然很打毒根神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那个跟打毒根长得一样的有一种东西，可是你要吃吃看。很多人喊说它跟打毒根一样。它的法律是卜，你一摸它会卜，盖还能不啦？跟打毒根长得很像，对，你就采，等它们干嫩，如果苦就不是。打毒根的话，你采，你吃起来甜甜。我这样教他，所以他们不放心吃，还跑过来给我看，全部我给他丢掉。那个不能吃，苦。长得很像哦。很像哦。对，龙葵菜有2种，你如果不认识，你会采错。对。所以要教小孩子一定要检查。对，要让他去看那个。对。那个区别。鼠龟也是一样啊，你在山上的鼠龟也是有跟它一样的。是哦。可是另外的鼠龟是几番嗨。能吃的是没有烦恼。就像我们种的那样。所以有2种，你不会的时候，马来西亚几番恼嗨。就会中毒。它的叶子也是一样。长相一样。天哪，真的是要分辨。你会去分明它。他说吃起来不行，他说那个不能吃。对。又粗对。他说不行。吃起来长个嗨。他说吃起来会痒。对，会有粗啦。有带一点毛。有毛的东西当然会。对。这样子，所以你看有很多相像的东西。真的哈，如果不去，你不去，不会去辨别的话，就多，那中毒去说，会这样。可能以前的老人很多人中毒才知道这个不行，那个。对，是这样。真的，要去填掉，也要问，也要认识。不要随便啦。随便。我们煮东西也不是随便的呢。哎呀。你阿拉给他采集这边的流程，阿拉给他，我们那50种遍。我们那高啊，咋给啦？Tapi阿拉。高啊，咋还？制作的时候才会用到有溜，有冰机。Tapi teng itu tuh ya kira。冰机。对，Tapi saya kita dia 监督你啦。那个都要，这个重要。制作法的那个。
要不要很硬的时候，要不要帮他？也可以用，对。也可以粒用。粒要拿。粒粒。系粒粒。一知影，我迄牛粒粒，啊，我就说你来学，一点半你来。